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关心这个空军嘉义基地，一架 F-16V 的战机，昨下晡坠机载落去，到即卖超过20小时，也阁继续咧找飞官、弹药甲战机。早起有渔民找到疑似无人机的残骸，已经交予军方来确认。啊，弹药伫咧南投的祖厝，有袂少的亲戚朋友拢真担心。伊的三伯也讲，弹药自细汉就真乖。 真有礼貌，真好偷喙，拄着人拢会讲叫。更加有亲友是讲甲喊出来，希望弹药会当平安转来。渔民行过北港溪溪床，伊手提的敢若就是昨坠海的 F-16V 战机的残骸，伊嘛赶紧交予军方。所在个拢土，这个家伙去炒，应该是等下新闻系统会到边的。 搜救人员依然甲神经线编甲真暗，伫嘉义云林一带透过搜救直升机和舰艇直咧找，希望把握黄金72点钟找到失踪的飞行官弹药。伫南投旧厝，亲戚朋友嘛拢真烦恼。伊就等下都会拍就好啦，然后都看到我拢叫阿伯阿伯安尼啦。他是很乖的孩子，很优秀的孩子。我跟我先生跟女儿家人听到，真的都很不舍。伊的亲戚哭甲真伤心，毋望弹药赶紧转来。伊母校教官对伊嘛真有印象。他的本身的体能状况也是不错，然后最重要是他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跟决心。 飞行员弹药今年28岁，106年自空军学校毕业。伊捌讲过想要飞才加入空军，想要到只是例行性的训练，一去都无转来。即马搜救人员依然无放弃任何的线索，尽全力咧搜救，敢若毋望会使赶紧传出好消息。